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iFAST 投資入門系列，我係張 Sir。今日咧就答翻啦，好多人問嘅一個問題就係，呢排呢個市好弱喎嚇，又想做個對沖喎，又唔係好想沽貨喎嚇，咁其實可以做啲乜嘢呢？我哋今日咧就介紹一個係非常之簡單嘅衍生工具啦，就係期指恒生指數期貨啊。好啦，咁其實呢個就相當之簡單嘅啫。點解呢嚇？講白啲呢，就係買大細啊嚇，睇升呢就撳個買字，你睇跌呢就撳個沽字嚇。個贏輸計法都好簡單嘅啫。一般嚟講啦嚇，我哋會講兩種嘅恒生指數期貨，一種係大期啦 HSI 啦，一種係細期啦 MHI。講緊呢大期呢就係都幾大嘅個勝負，50蚊一點，即係咩意思呢？例如啊嚇，你睇好咁佢升咗一點呢，你就賺50蚊；升2點就賺100蚊；升100點呢，就100乘50噶啦嚇，即係賺5000蚊噶啦嚇。如果你睇啱方向嚇，你撳啱個買字，然之後佢升咗100點呢，你就賺咗5000蚊噶啦嚇。咁而個一張嘅買賣手續費咧都幾平嘅，就係講緊買完再賣啊嚇，一個交易完成一張呢，即係要47蚊嘅港紙嘅啫嚇。咁即係話咧，連大期呢一點都唔使嘅。我講緊即係我哋今日要介紹呢個就係富途嘅嗰個手續費啦，都幾平噶啦。按金呢就大概係即係接近14萬啦，13萬7。咁你注意啦嚇，尤其呢，如果你買完張期貨啦嚇，咁你個方向唔啱嘅，輸緊錢嘅嚇，你個按金呢隨時都要補噶嚇。咁所以呢，一般嚟講，我個習慣就係如果做大期嘅話呢，大概個戶口擺夠15萬先做啦嚇，咁就安全啲啦，對你個按金嚟講。咁而即係另外啦嚇，你覺得喂大期個勝負好大喎，唔使擔心嘅，仲有個 MHI 細期嘅，細期咧就10蚊一點嚇，即係你中100點咧就係贏1000蚊啦嚇。咁當然調翻轉，你如果睇錯方向嘅嚇，佢調轉行你100點嘅，你就輸翻1000蚊啦嚇。個手續費咧一張咧就會貴少少啊，大概係21個2啊嚇買賣，即係話咧來回咧就罰咗你2點左右嚇，按金係大期嘅1/5啦，27000幾。好啦，咁我哋一般嚟講啦嚇，其中一個交易量最大嘅期貨當然係恒生指數嘅期貨啦嚇。好啦，咁咧你可以咁睇嘅就係咧佢基本上啦，以期指嚟講咧，佢中線咧係緊貼住個恒指嘅。咁一般嚟講咧，你會發現咧係右邊咧有一個嘅嚇叫高水啊嚇。好啦，咁而你睇翻張圖啦嚇，你發現咧有高水兩隻字嘅嚇，咩意思咧？就係嗱，你睇翻恒生當月期貨咧嗰陣係報緊25304點噶嘛嚇。你對翻呢下面藍色字嗰度呢，嚇，個恒生指數當時係25301點嘅啫喎嚇，咁係咩意思呢嚇？你會發現個期貨呢同個恒指呢個點數少少唔同㗎嚇，呢樣嘢呢叫高低水嚇，貴個恒指叫高水，平個恒指呢就叫低水咁樣啦嚇。咁個因素呢其實有好多嘅，有啲人就話短期睇好咁就會高水啦嚇，短期睇淡就會係低水啦嚇。咁其實我覺得呢個講法就唔係好準確嘅嚇。咁有幾個大路啲嘅原因啦嚇，第一係個超短期嘅成交啦嚇，始終期貨同平時股票咁嘅嚇，多買賣咧突然間就會挫一挫噶啦嚇，咁呢個時候形成一個超短期嘅高低水咧係好常見噶。第二個係常見嘅就係除淨期啊嚇，你逢真係除淨嘅話啦嚇，咁期指咧基本上低水超過100點咧都係唔出奇嘅事情嚟噶嚇，呢兩點咧投資者可以注意翻。好啦，咁亦都要注意啦嚇，同普通股票唔同嘅喎嚇，就有個期結嘅。咁咧如果咧嚇你睇翻啦，我哋左右兩張圖咧嗱，都係期指嚟㗎嚇，你左邊嘅恒指2108，右邊嘅恒指2109嚇，咩意思呢？2108咧即係2021年8月份嘅期貨啊，右邊呢就係2021年9月份嘅期貨。好啦，咁係幾時係最後一日嘅交易日呢？嗱，注意啦嚇，好似2021年8月咁樣呢，佢個最後嘅交易日呢就寫咗下面啦，8月30號啊，呢個就即係期結日。期結日呢就會係擺喺每個月份尾二嗰個交易日嘅。咁同埋啦，你都注意啦，就係期結日呢，佢最後嗰個結算價呢，就唔係貼住個恒指嘅喎，而係用全日嘅平均價去做個結算㗎。由10點開始，每5分鐘取一格啦嚇。咁一般嚟講，你可以咁睇嘅，就大概上晝啦嚇，個期指呢都仲識喐嘅，但係到下晝嘅話呢，基本上個喐動呢就非常微㗎啦啊！如果你想繼續去做個炒期指嘅嚇，你唔係做咩套利嘅，基本上呢，你喺期結日嗰日呢，你轉去
下個月咧就可能會好少少嚇，所以咧記得啦嚇，咁亦都係同時提翻你啦嚇，最好記得平倉啦，如果唔係你到時結算嗰個價咧就未必係啱你心水嘅嚇，你最好就提早少少平倉。咁咧喺期指上面咧有咩優勢咧嚇？咁第一就係佢唔同窩輪牛熊證啦，又要計一餐，又要驚俾人呃嚇。期指咧基本上係個零和遊戲嚟嘅，冇食水。咁而你唯一蝕嘅就係手續費嘅啫。咁但係咧以富途嚟計咧嚇，個手續費咧已經係相當平㗎啦。講緊大期嘅話咧，連一點都唔使，細期來回都係20蚊啫嚇，成交量相當高嚇，勝負相當快啊！即係咧有時咧個指數喐20點咧，理論上係對你冇乜影響㗎嘛。但係講緊如果大期嘅話咧，20點已經係1000蚊㗎咯嚇，夠你食餐好㗎啦，基本上嚇。好啦，咁當然啦嚇，期指依家嘢咧好刺激，但係同時亦都好容易變賭博啦嚇。你最好可以模擬咁樣試下先啊嚇，或者你感受下、認識下啲工具啊嚇，小注小注咁樣玩先嚇。咁但係如果你倉位太細嘅話咧嚇，因為細期咧講緊1點10蚊咧，都唔係好低嘅嗰個勝負幅度嚇，你注意翻嗰個風險問題啦嚇。好啦，咁喺度啦嚇，就教大家點樣用富途咧去交易嗰個期指啦嚇。咁首先咧嚇，你開完富途咧嘅第一個版面咧，應該係喺依度噶啦嚇。咁如果你想去 trade 期貨嘅話咧，你就撳去最底嗰條黑色巴咧，有交易兩隻字嘅嚇。咁你撳完交易咧，你就會見到啦嚇，左上啊第二個嚇有個叫期貨賬戶噶嘛。如果你未開通嘅話咧，你就要撳入去啦，係跟住佢嘅指示去開通嚇。咁開通個過程好快嘅啫嚇，都係即係一陣嘅事嚟嘅啫。咁你記得啦，提翻你啦，如果你真係想交易期貨嘅話咧，你記得將你個風險承受能力咧去校翻個風險高少少嚇。如果唔係咧，因為期貨個風險先天比較大啊嚇。如果唔係，券商就唔俾你交易噶啦。OK， 好啦，咁你撳落期貨戶口啦嚇，佢同證券戶口係分開嘅喎，所以咧你要係分開兩個嘅戶口咧去入錢㗎嚇。咁即係點咧？嗱，咁好簡單嘅啫，只要你富途入面咧嗰個港股戶口有錢咧，你撳翻咧我哋依個位嚇，右下角咧有個藍色嘅格叫資金調撥嚇，咁你喺股票戶口轉啲錢落去期貨戶口就得噶啦。咁我哋今個 demo 啦，你見到第二張圖啦，就打翻你想轉幾錢，我 demo 就轉翻10萬蚊港紙入去啦。咁去到第三張圖呢，你完成咗就已經令到呢個期貨戶口由0蚊呢變有10萬蚊噶啦。你見唔見到？好啦，咁呢我哋一陣呢會實際去用富途呢去同大家去 trade 一張期指睇下係咩事噶嚇。咁而第二個位啦嚇，咁其實例如我想 trade 細期嘅嚇，咁你可能係記得啦，打翻 MHI 啦嚇，呢個係細期嘅曲啦嚇，你想吹大期嘅就係 HSI 啦。好啦，咁我撳落去啦嚇，去到右邊咧你就見到一個咧交易嗰個界面噶啦。去到右面咧就有平時買股票交易嗰個界面噶啦嚇。咁一陣咧你記得睇埋個 demo 睇落去啦嚇。好啦，咁為咗方便解説咧，我而家就用電腦版嘅富途咧去同大家係交易一次嘅期指啦嚇。其實係點玩嘅咧？好啦，為咗做示範啦，我攞細期做示範就算啦嚇。咁咧細期咧嗰個曲咧就好似之前咁講啦嚇，你要先打翻咧 MHI 嚇，咁咧你就會見到啦，當月期貨啦嚇，主年啦基本上。咁有時咧，如果你期結咧要注意喎，如果你想做咧嚇9月份嘅期貨咧嚇，即係我而家拍片依家係8月26號啦嚇。如果你想做9月份嘅期貨咧嚇，你又唔想轉倉嘅話咧，咁你可能打翻月份啦嚇。9月份嘅期貨咧嗰個曲咧就係 MHI 之後打翻個年份2021年嚇09就係9月咁嘅意思啦嚇。嗱，咁我哋咧今日咧做翻嗰個即月期貨啦嚇，咁你就會係開到呢一個畫面啦嚇，呢個就係8月份啊，我哋即月嘅期貨。咁一般嚟講呢，因為期指個喐動好大啊，我哋開個分鐘圖嚟睇啊，佢嗰個嘅圖表就係咁樣啦。咁其實啊，你做期貨啊嚇，係玩緊啲乜嘢呢？嗱，一係睇升啊嘛，一係睇跌啊嘛。你睇中一點呢，就贏10蚊嚇，睇錯一點呢，就輸10蚊啊嚇。咁我當而家啦嚇，你幅圖係升緊定跌緊呢嚇，我唔知啦，我求其做啦嚇，我當係做個升嘅嚇，咁我就打翻啱個價啦嚇，而家大概係15點啦，咁然之後呢，撳升呢，就撳個買入嚇，咁你見呢，就成交咗噶啦。咁我哋可以睇翻啦嚇，佢成交咗呢個均價波成靚咗喎嚇，就係25312。好啦，咁你見到呢，而家個價呢，就係25319啦嚇，好一做咗係升咗少少喎嚇，咁我平倉啦嚇。
好啦，就係咁樣呢，呢個未成交到嚇，好成交啦。好啦，就係咁樣呢，你見到呢，我買個價呢就係25312嚇，平倉個價呢就係25325，咁樣呢就贏咗係10幾點㗎啦。你見到嚇，你睇翻啦嚇，我哋個持倉呢2108啱啱睇中咗13點，咁個盈虧金額呢就係贏咗130蚊嚇。咁你計埋手續費啦嚇，大概一張細期呢就用20蚊到，即係話呢，呢個 trade 呢喺短短呢幾秒呢就贏咗20蚊啦嚇。咁其實嗰個玩法就相當之簡單啦，一係睇升，一係睇跌，睇升就贏睇中就贏，睇錯就輸啊。咁不過提大家啦嚇，個期指係相當之刺激嘅嚇。咁你記得呢，衡量翻呢自己嗰個嘅投資風險啦嚇，你唔好覺得貪好玩就去賭錢啊，因為呢個係相當靠近賭錢嘅一個行為嚟啦嚇。有時諗清楚多啲，自己做嗰個原因係咩啊，目的係咩啊，係對沖啊，定係為咗盈利啊？呢個係大家要諗清楚㗎。